族多項式嘅4.6呢，係講有理函數及其運算。咁呢度我哋要重溫翻乜嘢為之有理數。我哋細個學嘅時候，所謂嘅有理數其實就係可以寫成分數。所有可以寫做分數嘅呢，都係有理數，包括整數。因為舉例整數2，其實佢係1/2，佢一樣可以寫做分數，不過個分母係1咁解嘅啫。但係如果你根號2的話呢，你喺計數機撳根號2，然之後不停 ABC 佢都係唔會理你嘅，因為根號2係唔可以寫做分數嘅一個數字，所以根號2啊、派啊呢啲呢，我哋就叫做冇理數啦。咁嚟到呢一度，乜嘢為之有理函數呢？其實嘅意思就係即係我哋一啲多項式寫做分數嘅時候，咁係會點樣？4.45呢一頁呢，咁佢第一樣嘢就同你定義咗乜嘢為之有理函數。咁其實所有可以寫做分數嘅函數都會係有理數，而分數所謂函數即係其實係所有可以寫做分數而分子分母其中一個或者全部都係一啲多項式嘅話，咁呢個呢就係叫做有理函數啦。咁所謂運算嘅意思，即係不外乎都係就咁約簡啊、加減乘除啊咁嘅啫。咁我哋由最簡單嘅約簡開始。咁約簡我哋睇一睇就睇呢啲例子啦。概念測驗呢一度，我哋如果要將呢一個嘅有理函數，即係寫做分數嘅呢一個，我哋如果要約簡的話，要記住一個道理，一個原則。分子分母有加或者有減，你絕對不能夠就咁將其中一部分呢走去約簡佢嘅。咁我哋要點做呢？其實係要先將佢因式分解，好似呢一度咁，分子因式分解。抽個 x 出嚟，而分母呢，抽個3x² 出嚟。咁因式分解完之後就可以開始約簡啦。約簡嘅原則同數字一樣，一模一樣嘅嘢約走佢。咁喺呢一度呢，上個分子 x 加3，分母 x 加3，所以呢，呢兩個 x 加3可以約走咗。呢個 x 同呢個 x， 分子 x 分母 x²，我哋用翻指數定律，分子 x² 我哋嗰個俗稱就叫做大減細，即係個2減咗上高呢個1，咁細嗰個冇咗啦，2減1剩低個1，咁所以剩低x 嘅1次方。至於個3冇嘢約啦，咁所以就剩低喺度。因此就睇下個分子乜嘢都約晒，所以剩低個1，而個分母呢，約晒所有嘢之後，剩低個3x 喺度，所以分母就係3x啦。答案就係咁嚟嘅。呢啲我哋就叫做就咁分子分母一個有理函數呢去約簡。咁跟住如果有分數嘅話呢，就要做翻我哋細路仔做嘅嘢，例如我哋小學嘅時候學過1/2減1/3，分母唔一樣喎。我哋細個知道要通分母啦。咁通分母用乜嘢呢？就用 LCM 分母嘅 LCM，亦即係我哋上一個課題講嘅 HCF LCM 嗰部分，我哋要用 LCM 嚟到去作為佢嘅新分母。2同3最少公倍數係個6，咁所以呢，新分母就會係個6。跟住就開始抗分啦。原先係2，我要變做6的話，尚欠幾多？我哋要將個分母乘3，分母乘3，因此分子都要乘3。減號呢個減號同呢個減號，我哋照抄啦。咁然之後呢，就到個3啦。原本係3變做新分母6，即係分母乘咗個2，分母乘2，分子都要乘翻個2。咁所以呢，我哋做嘅時候呢，就會係分母要乘個呢度新分母2x 3x， 新分母就會係個6x 得嚟，6x 係咁嚟嘅，2x 3x 新分母6x 啦 LCM 啦。咁跟住原先係2x 嘅，
原先呢個2x 變咗做6x，即係分母乘咗3，分母乘3，所以個分子都要乘翻個3，3乘3係9，個9係咁樣嚟啦。原先係3x，新分母係6x，分母乘咗個2，所以分子個4都要乘翻個2，8就係咁樣嚟啦。當分母一樣嘅時候，你個分子就可以就咁樣加減，所以呢個答案就會係6x分之一。咁睇多題份數嘅加減。加減似乎係難啲，咁我哋睇咗個乘除數先。咁我哋睇一睇呢度個乘除數，書冇嘅教學例子4.25， 3y 加A 同埋 B 兩者都係要你先將分子分母各自因式分解嘅。咁我做條難少少嘅 B 俾你哋睇下先啦。咁個 B 2a 加2次加 4ab over a square 減 4b square。呢一度分子分母各自因式分解，意思就係你每一個分子每一個分母都自己嚟到都有得因式分解嘅。咁我哋逐個嚟到睇啦。第一個呢一個分子2a square 加 4ab， 我哋因式分解。第一個大原則，先睇下有冇得抽公因數。我哋先睇下2a square 同埋 4ab， 公因數係2a， 咁所以我將個2a 抽出嚟。咁我習慣都係寫翻個陣先，抽咗個2a 出去，咁就寫翻個大括號。括號裏邊放乜嘢呢？我哋嘅諗法係咁嘅，我哋要諗下到底 2a 乘以啲乜嘢可以還原翻做 2a 嘅 square。咁跟住就係第二個咧，就係 4ab， 除咗 2a 之外，2a 乘以幾多會等於正 4ab？ 我哋就係咁樣去諗下點樣還原嘅。呢個係第一種諗法。第二種諗法係比較機械式嘅，完全唔需要用腦。我哋淨係記住個規矩，原本係2a square， 你抽咗 2a 出去，抽啲乜嘢出去，你將佢寫喺分母。呢度係加，照抄，全部嘢照抄就可以㗎啦。4ab 抽咗 2a 出去，將 2a 寫喺分母。咁你做呢一個動作嘅時候呢，你就會見到，咦，有嘢可以約揀啦。2同2約 ，a 同 a 二次約咗，所以分子呢個括號裏邊得返個 a。後邊啦，2同4約咗。A 同 A 約咗，所以咧呢度約完之後咧得返個2b。咁 2a 喺出邊你要照抄。至於個分母，抽個公因數。冇公因數可以抽啦，呢度咁我哋就睇下你哋嘅功力認唔認得啦。其實呢個係要你用緊 a 二次減 b 二次呢一樣嘢，因為呢個 4b square 其實就係2b 整嚿嘢嘅二次，所以咧我哋其實呢度考嘅就係考你識唔識得認唔認得呢個係 a 二次減 b 二次，咁佢就係 a 加 b 乘 a 減 b 咁樣嘅東西。咁所以呢一度咧 a 加 b a 減 b 佢因式分解咗就係 a 加 2b 乘 a 減 2b。隔離分母係 a 加2b a 減 2b。跟住就到右手邊啦。右手邊呢個分子因
因式分解，咁你睇下有冇得抽公因數先。如果冇得抽公因數嘅話，你就見到三嚿嘢都好自然，同學會 formula 零一佢㗎啦。咁呢個 formula 零一咗就會係 a 加二 b 嘅 square。至於個分母有公因數嘅，就抽個公因數出嚟。2b 加 a。呢一個2b 加 a 其實，2b 加 a 裏邊嗰個2嗰度咧，其實你調轉嚟寫係一樣嘅，正如2加1等於1加2咁解嘅啫。咁所以呢度咧，我哋可以寫叫做 a 加 2b。嗱，記住喎，加數係可以調轉嚟加，但係減號咧就不能夠調轉嚟減啦。呢個記住唔好有撈亂，因為你一撈亂咗咧就錯了。擦咗佢唔好咁花。用熒光筆表示算數。好，咁跟住你又係見到啦，有得約減咪約咗佢咯。a 加二 b 同 a 加二 b 可以約。咁我哋乘數唔單止自己同自己約噶嘛，可以同人哋相約噶嘛。即係人哋，總之你分子同分母就係可以約噶啦。a 加二 b，a 加二 b 約咗佢，跟住呢個 a 同呢個 a 可以約咗佢。咁剩低晒嘅嘢就係冇得再約嘅時候，就分子乘分子，分子係2同埋 a 加二 b， 至於個分母就係 a 加二 b， 咁咧，a 減二 b， 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最後答案嚟㗎啦，呢一個。好。咁乘數就係咁啦。至於除數嘅做法咧，其實嘅做法係一樣，不過你記住一樣嘢，當你做除數嘅時候，分子分母要顛倒，而顛倒嗰個係顛倒後邊嗰個，唔係前面嗰個。只需要將後邊嗰嚿嘢顛倒嘅啫。咁我而家將個第一題做出嚟啦，A part 做出嚟啦，4x 二次減12x 加9。由於佢除數，我而家將佢變做分數，分子同埋分母就可以調轉嚟到去寫啦。咁認得的話咧，就係認得三嚿嘢就好自然 formula 零一，但係切勿忘記 formula 零一之前，你睇下佢有冇得抽公因數先，呢個係基本嘅檢查嚟㗎。4×12=9冇公因數。2×7=6都冇公因數，所以兩嚿嘢你都可以放心咧去用呢一個嘅 formula 零一㗎啦。咁呢個就係 2x 減3，呢度咧就係 2x。至於 x 二次減4咧，亦都係睇下同學認唔認得佢係 a 二次減 b 二次。認得的話咧，你就照寫。好啦，開始分子分母約簡啦喎。咁乘除數記住係可以，只要係分子就可以同任何嘅分母約簡㗎啦。咁所以呢個分母同分子任何一個都得，佢唔需要淨係同自己去約簡嘅。呢個同呢個可以約咗，所以個分子剩低 2x 減3，分母咧就 x 減2有兩個，所以係2次方。咁呢一個咧就會係A 嘅答案。咁至於 B 都係一樣嘅啫。咁記住 B 呢一度咧，其實咧你係要先抽呢度都係抽公因數。咁其他嘢呢個一樣。
先抽公因數，你就會見到佢其實係用緊呢度，其實考緊你 A 二次減 B 二次嗰回事嚟嘅。好，咁跟住咧，我哋就可以睇下份功課㗎啦喎。講到嚟呢一度，唔係，仲有個加減數未同你哋講，提埋個加減數先。呢一度加減數，如果係多項式嘅有理函數嘅加減數咧，其實同我哋細個做緊嘅分數加減一樣，都係要通分母嘅。咁呢度有兩個例子，咁做一做俾你哋睇先。x 加一 x 加二分之一，第二個就係 x 加二。我哋首先就係要通分母，通分母就要攞分母嘅 LCM。LCM 我哋可以喺草稿紙嗰度寫 x 加一 x 加二，第二個咧就係 x 加二。LCM 我哋係要大嘅，咁所以呢度 x 加一冇嘢，要大的話就係要呢個。x 加二一樣，所以我哋唯有照抄啦。因此新分母就會係呢一個。呢個係新分母。咁原先嗰個分母同新分母係冇變嘅，咁所以原先嘅分子我哋可以照抄都係加一。到個新分到第二個啦，原先嘅分母係呢一個，新分母咧係多咗個 x 加一喎，佢冇 x 加一，所以咧我哋嗰個分子都要乘翻 x 加一落去，因為佢冇啊嘛，佢個分母係冇 x 加一，分母一定係要乘 x 加一先至可以變做呢一個新分母啦。分母乘 x 加一，因此分子都要乘翻個x 加一俾佢，咁咧就為之抗分啦。分母一樣嘅時候，我哋個分子就可以化簡佢。嗱，記住啊，分母通完分母就完㗎啦，唔好走去拆翻散佢，拆翻散佢係死緊㗎，一定唔可以拆翻散佢㗎。我哋 keep 住佢就咁照抄就可以㗎啦。到個分子啦，拆括號一加 x 加一，即係拆完括號就係 x 加二，分母就係 x 加一。x 加二，嗱嚟啦，點解叫你個分母千祈唔好乘開佢咧？因為如果你乘開佢，你就睇唔到原來我個分子化簡完之後咧係可以繼續約簡㗎。咁嚟到呢度，我只要將分子分母繼續約簡多一次嘅時候，我先至會出到最後答案嘅。如果你晨早將個分母乘開佢，你咪睇唔到呢一件事咯。咁所以千祈唔好乘開個分母。咁你記住，分母就一定係以因式分解，即係括號乘括號乘括號乘括號呢種模式嚟到表示，會方便話俾個 marker 知你個分子分母已經冇得再約簡，你嘅答案已經係最盡㗎啦，你係要咁樣 present 俾人聽。好，咁書講到呢度就去到功課啦。功課其實咧兩版嚟講係由淺入深，每一類型都係慢慢地要你做多一步咁樣嘅。我哋先睇下第一版。第一版頭嗰7題咧，都只不過係要你分子分母約簡。不過你要注意嘅就係你要抽公因數先至可以約分子分母各自抽公因數因式分解咗，然之後先至可以去約嘅。咁去到第8題啦，第8題開始就係分子分母各自因式分解咗，就到乘除數。咁你記住個規矩就係所有分子可以同所有分母去約簡嘅，只要你因式分解咗，你就會見到有好多嘢咧可以查咗佢㗎啦。咁唯獨是要提你咧，就係記住見親除數後邊嗰個定必要分子分母調轉嚟到去寫，我哋叫做顛倒。咁跟住一路去到第10、11、12、13、14呢題應該係第14題啦。去到第2版後邊咧，你就會見對唔住，呢度咧應該係第16題嚟嘅。去到第15題開始咧，就出現咗加減數啦。咁我上堂嘅時候都有用第16題呢個例子咧，就做咗一次俾大家睇下。咁我哋第一件事就係先將兩個分母各自去因式分解咗，
咁而中間呢個減號咧，你記住係減你就照抄係個減，永遠都係一路都係照抄落嚟嘅啫，千祈唔好改咗佢。即使你有咗個新分母，都係變翻做個，都係照抄個減號，因為你咁樣寫法咧，你到頭來拆個號咧，你先至係唔會錯嘅。咁一樣啦，去到最後嘅時候，分子分母化簡完，有得約簡就要約簡。呢一堆係草稿紙嚟嘅，藍色。藍色 highlight 住呢一格咧，呢一堆咧係草稿紙嚟嘅，咁大家就唔使抄落嚟。我只不過係展示俾你睇如何去揾個新分母嘅啫。兩個分母佢哋嘅括號唔係完全相同嘅時候，你喺一啲新括號咧，你就要開個新行俾佢。例如好似呢一個同呢一個，你係要開個新行俾佢，咁就 OK 㗎啦。咁功課就如是者都係咁樣去做法。